再来看中华县道139线，定定咧发生车祸。最近有人发现讲，路边的电火条边有放一块碰床，有人认为是有人故意甲放伫遐，才袂有人搁去弄掉。不过警方是认为这是有人黑白等的，会来处分。规个碰床都安尼放伫电条下骹边都是路边的护栏，头前有一台真正互人弄歹去奥多摆。不过这个所在哪有一块碰床咧？民众咧叫，可能是为着要防止有人出车祸去弄掉。伊个时速紧啊，搁下坡。你看迄有空迄窟仔，你看，迄拢搞着砰就落去啊。这台碰床就放伫中华县道139线7.2公里的所在，才讲防护这死亡的灯源。因为灯源的角度大，路边佫有3支电条，和护栏之间佫有空隙。桥倒摆的人，若准伫这个灯源是去控制家己弄掉，就会掉伫这。最近一件是发生伫去年5月，桥倒摆的人骨折送病院。不过警方认为，这台碰床是有人黑白乱拼的。民众如有任意在道路上堆置足以妨碍交通事务，可能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2条，可处新台币1200至2400元。警方要依法处分，这个路段19公里到23公里是较会出车祸的路段。官府已经把车速限制缩限到40公里，嘛有加装防止弄掉条啊。警方嘛会加强处理，希望会当减少车祸。不过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，除了限制车速，路边安全嘛要改善。考虑到摩托车也出去的话，那比较简便的手段可以是放纽泽西护栏，然后还有一个完整的平滑面，那这样车辆可以沿面滑行的时候，也可以避开这个电线杆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公共设施应该爱离路边较远咧，路线引导佮有发生意外了后，护栏的防护功能拢爱加强。交通工程嘛爱同齐来进行，才会当减少车祸。记者林建生、彭焕群综合报道。